不行，怀虎他最近受凉了，不能脱衣服。该你了，怀虎。完了，怎么了？我脱。不要。什么呀？这是什么衣服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对呀，这衣服好奇怪呀！怎么会这样？这是什么？庄主，你一直说我缺少力量，所以我就在全身挂满沙袋，吃饭、睡觉、训练都不取下来，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练习负重，力气也就自然而然的增加了。哼，好。我说你最近进步怎么这么大？原来是这样练出来的。庄主，那还用我把身上的沙袋取下来吗？不用了。他竟然回来了！不是说无题殿下要来吗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启禀将军，谢启臣已经到了前线。多苏峰人呢？多苏峰营主在河边。河边？他在那儿已经站了很久了。叫！多苏峰，殿下，你回来了。太好了，你回来就好了。殿下，你知道吗？这阵子军营里一直有谣言，说无题要来接替你。为这个，我还一直替你担心呢。你回来就好了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暂时没事。不过傅寒限定我在7日之内必须打到魏国边境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还能怎么办？那他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既然答应了傅寒，我就得做到。殿下，你放心吧。好在咱们所有的士兵都已经知道了，今后但凡遇到花狐那样身形的魏军，都会刀下留人的。谢了，兄弟。只可惜，我也只能替你做这么点事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啊，殿下，你来看，这里的气味有点不对劲啊。有马粪味儿，还有很浓烈的炊烟味儿。如果我没猜错，对岸这一片至少集结了2万士兵。没错，已经2天了，这里的气味一直都是这样。这里是不是浅滩？没错，方圆100里之内，也就是这处浅滩最适合大军渡河了。那就对了。对岸这一片集结的队伍最多，谢启臣打算从这里过河。好啊，一场恶战就要来了。而且会很快。方圆100里之内，这一处浅滩最为开阔。明天我们的主力大军准备从这里渡河，对柔然军队发起进攻。不过现在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是，柔然人一旦发现我们有渡河的意图，他们一定会有反应。而且主力渡河时，也是敌人攻击的最佳时机。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情报来看，谢启臣准备对我们攻击，而他选择了这个浅滩渡河。我们的最好机会，就是在他们渡河的时候发起攻击。为了保护主力大军顺利渡河，我们必须派出一支先头队伍，抢占这个滩头，在这里布下防线，
直到主力大军全部渡河完毕。但是我们的兵力有限，这支先头队伍只能是1个床的人马，不能再多。谢将军，尉迟闯一向是啃硬骨头的，这次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尉迟闯吧。全部主力渡河完毕，至少需要半个时辰。在这半个时辰里，我们只能以尉迟闯的血肉之躯作为屏障。尉迟闯的将士虽然都是血肉之躯，但是尉迟闯的精神是金铁打造的。尉迟闯只有100来人，可柔然人会调集全部主力向你们进攻。尉迟闯向来都是以一当十，整个尉迟闯可能有去无回。既然从了军，纵然有一死，但为国捐躯，我们死得光荣。好，交给你了。尉迟闯领命。其余各军听我的调令。如果没猜错，谢启辰一定会先派一支精锐队伍，将这滩头控制在自己手中，并掩护主力队伍渡河。一旦主力全部渡河，谢启辰会以此滩头为据点，并且对我们中军发起总攻。他们可是一鼓作气，如果我们掉以轻心，必然兵败如山倒。在场各位，要么成为谢启辰的俘虏，要么成为刀下冤鬼。殿下，请让我带领我的狼营镇守这处滩头。魏军对这个滩头可是志在必得。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夺苏峰在，我绝不让1名魏国士兵活着上岸。好，不愧是我柔然第一猛将。不过，这样打仗没什么意思。明天的成败，就看尉迟闯能挺多久了。希望他们能够挺得住，在这一仗中再建功勋。如果明天的仗这样打，我们最多也只能歼灭30%的魏军。为什么？如果你不能让1名魏国士兵过来，他们的主力就无法全部过河。那我们又如何歼灭他们呢？殿下，能够吃掉30%魏军主力也不错呀。哼，要吃就全吃。我准备将这滩头送给谢启辰。什么？他不是一心想过河吗？那就让他过来吧。传我将令，主力队伍立刻集结。四车，你埋伏左线。是。拿取，你埋伏右线。是。夺苏峰，中路交给你防守。你们3方形成一个口袋。夺苏峰，你要切记，你的主要目的就是吸引他们的主力队伍进入到我们的包围圈里边。他们攻得越猛，在我们的包围圈里也就陷得越深。好啊，得令。待谢启辰主力全部渡河之后，你们立刻收缩，形成包围，断其退路。魏军也就成为我们的瓮中之鳖了。好。城主，城主，刀如果从这2根肋骨间刺进去，可以一刀致命；如果再往下一点，从这2根肋骨进去，虽然也是胸部的位置，但至少一些最普通又极不普通的石头。尉迟闯每战死1名士兵，我就会从他们的坟前或者他们生活过的地方捡一块石头，放在这里，就算个念想吧。那这袋子里现在有多少块石头啊？大概有100多块吧。但明天这里又不知道会增加多少块。城主。1个时辰前，谢将军召集我们所有闯主开了个会，布置了明天对柔然的战斗。
明天天一亮，咱们尉迟闯就向柔然人发起进攻。好啊，那我们又有仗可以打了。是啊，咱们尉迟闯将担负起先锋作战的任务，枪战对岸的滩头，掩护主力渡河。好啊。但明天的战斗会十分惨烈啊！为什么？敌人一旦发现我们要渡河，一定会发起疯狂的阻击。我们只有一个床，但敌人却有几个军。我这辈子打过不少恶仗，但面对几十倍甚至100倍于我的敌人，还是第一次。床主，这样艰巨的任务，如果我们尉迟闯不承担的话，还有谁能承担呢？花虎啊，床父说有些地方你很像我，的确很像。我也是这样跟谢将军请命的。床主，我不怕死，大不了明天我也变成这袋子里的石头。从我从军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做好了这样的准备。是啊，我也做好了准备，随时准备倒下。但我多希望这些年轻的士兵能够活着回来，回到家里与他们的亲人团聚。我尉迟恭不是一个为了夺取胜利而不惜牺牲士兵性命的将官。每当我放一块石头在这里的时候，我都会心如刀绞。床主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我明白。花虎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去侦察一次？好啊，去哪儿？谢将军已经选定好了我们明天渡河的浅滩。我想去看看对岸的滩头，侦察一下那里的地形，顺便了解一下他们柔然人布阵的情况。明天过岸以后，也好知己知彼，减少我们主力的伤亡。行，那咱们现在就出发。等天黑了吧？天黑了我们就走。好。殿下，按照你的吩咐，一切布置都已经妥当。好，带我去看看。柔然人防范着我们上岸，布置了军营防守，这里也不例外。我看到了，就在前面。我们过去看看，过河。只有2个哨兵，他们交叉巡逻，碰头后再各自转身。我们等他们转过身以后，再插过去。好。花虎，你记住，你这次的任务主要是侦察。万一遭遇柔然人，你只管跑，不要管我，我会尽力抵挡的。不行，我们一起来的。要回去也一起回去。糊涂！我们得把我们侦察到柔然的情报带回魏营去，这样我们才能减少明天的伤亡。明天，我们更需要你。我这辈子已经杀过很多柔然人了，早就够本了。但你不同，你得活着回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咱们魏国成千上万的士兵当中，能验尸的只有你一个，这很难得。不，我是庄主，服从命令。庄主，有件事情我一直隐瞒着你。什么？那个花狐其实是我爹。把
我的中军大帐就挪到这儿吧。殿下，这里可是最前线，太危险了吧？明天我坐镇中路，我要亲眼看着谢启辰投入我的包围圈。你怎么知道谢启辰明日一定会进攻啊？你知道谢启辰为什么晚了这么多天才到前线吗？为什么？他们去南边和刘宋谈判，拓跋焘希望与刘宋达成交易，在与我们交战的时候互不侵犯。不过据我所知，刘宋的态度模棱两可。如果我们占了上风，那刘宋就趁火打劫；如果魏国占了上风，那么刘宋就会按兵不动。所以拓跋焘急需一场胜利，来震慑观望的刘宋。也就是说，谢启辰一到前线就必须开战了。富含县我在7日之内必须打到魏国边境，也是这个道理。不过，比较起来，谢启辰应该比我心急。明天担当主攻的，应该还是尉迟闯。殿下，你放心吧，我刚刚已经重申了命令，那个叫花狐的士兵一定会平安无事。最好明日的战场上，我能亲自将他俘获，献与殿下，然后咱们就能放开手脚，将尉迟闯从魏军的名号中彻底清除了。希望明天这一仗能为柔然带来一个盟友。庄主，我们去院看看。走。庄主，怎么是个空营啊？奇怪，这么大的兵营，怎么没有兵呢？这乌山人的兵都去哪儿了呢？这个狡猾的夺素坊，原来把这儿的兵都调到别的地方去设防，最多是虚张声势。看来明天的仗要比想象的好打多了。庄主，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原路回去。好。殿下，那没事，我就先出去了。走啊！走！谁？快走！有魏军探子，快来人！追啊！追呀！追！追！快追啊！快！快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殿下，出了什么事情？发现2个魏国探子正在追他们。在哪儿发现的？滩涂的军营外。放他们走。什么？他们可是魏国的探子，所以我才要放他们走。别跑！你不会射他们的脑袋吗？一点长进都没有，废物！快杀了他们！
花狐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花狐，好样的！城主，你受伤了！站住！快走！站住！快追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撤！花狐，你先回尉迟床吧，我去谢将军那里详细禀报。城主，你的伤……没事。还不回来？什么时候了？花狐回来了。狐，你怎么了？花狐，怎么样？你去哪儿了？怎么样？这怎么了？这是你受伤了？说呀！我没受伤。那你身上怎么这么多血呀？是啊，这是我杀人的时候溅上的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我跟尉迟床主去侦查明天要攻占的滩头，回来的时候被发现了，10几个柔然士兵冲上来。尉迟床主受伤之后仍然英勇搏斗，而我也终于杀死了1名柔然兵。我身上的血就是这样来的。我终于在战场上杀敌人了。花狐，你真厉害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又有一队柔然士兵追了上来，可是他们……追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他们怎么样了？后来你们就回来了？是。这个滩头虽然有柔然人布防，但只是一个小队的兵力。明天我们尉迟床抢占这里，将不费吹灰之力。也就是说，明天尉迟床一上岸，我们的主力队伍就可以开始渡河。而尉迟床的主要任务是抵挡闻讯赶来的柔然人。是。按照之前斥候打探的情报，柔然大军距离这个滩头大概有1里多远。如果闻讯之后紧急集合，全部赶到，大概需要半炷香的时间。而半炷香的时间里，我们的大队已经有1/3过河，可以和尉迟床并肩战斗。那你们的压力比我们预想之中的要小得多呀。是啊，随着过河的队伍越来越多，我们与柔然人的兵力差距也就越来越小，这样仗也就越打越好了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对明天又多了3成把握。尉迟恭，有进步。你以前是勇字当头，现在学会谨慎了，知道在战前进行侦查了。好，很好。谢谢谢将军的鼓励。要是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就先回去准备准备。去吧。告辞。你受伤了？刚才侦查回来的时候，被柔然人发现了，跟他们打了一架。那柔然人知道你们连夜侦查了？怎么？有什么不对吗？柔然人也许会从你们连夜侦查的这个举动中，意识到我们要走这条浅滩。那怎么办？李湘，在。通知各床将领大营议事。是。人之所欲杀，必先知其守将。左右、节者、门者，舍人之性命，令无见必所知之。敌见之来见我者，因而立之，导而舍之，故反见可得而用也。哎，书生，你能不能详细的给我讲讲，你刚才读的那最后几句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对兵法
也很感兴趣。你给我讲讲吧。我刚才读的是《孙子兵法》中的用剑篇第13。这《孙子兵法》可是……书生，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刚才背的最后那几句？敌见之来见我者，因而利之，导而舍之，故反见可得而用也。这几句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抓到了敌方派来打听我们军情的探子，我们应该用重金收买他，或者引诱开导他，然后再放了他，这样这个探子就为我方所用了。那我和床主能够逃过河回来，难道是柔然士兵放我们回来的？不会吧？你们知道他们的秘密，他们拼了老命也会抓你们回去的呀。千真万确，的确是他们故意放我们回来的。这柔然人为什么要放你们逃走呢？我也不知道，难道是因为反见可得而用也？你和尉迟床主到底打探到了什么情况呢？我们发现明天我们要攻占的滩头几乎就无人防守。如此说来，柔然人放你们回来就是要你们回禀，此滩头无人防守，等你们走了之后再布置重兵，这样等我们明天一到就傻眼了。我得去见谢将军。花狐，你要去见谢将军？是。不行，你不能去见他。谢将军认识你，只要一照面你就完蛋了。可我不能不去。你没听刚才书生的分析吗？明天柔然人可能会在滩头布置重兵，这事可关系到明天咱们弟兄的生死啊。那我去跟谢将军说。你去？是我跟床主去侦查的，是我亲眼看到柔然人停止了追击，我和床主才能回来。你去你能说清楚吗？谢将军能相信你吗？还有，刚才我和书生的对答，你都听懂了吗？你去跟谢将军说，你能说明白吗？哎呀，女子进军营那是死罪。死罪就死罪，只要明天战场上能少死几个兄弟，值了。柔然人发现太子来到，一定会在滩头布置重兵，严加防范。深更半夜的，柔然人就算知道了，他也来不及重新布置。明日一早我们就开始渡河，柔然人根本来不及应对。你们就别争了，尉迟床早就做好了打一场恶战的准备，重不重兵的无所谓。启禀将军，尉迟床的花狐求见，他说有重要军情向你禀报。一个小兵怎能随便见将军，简直没有规矩。尉迟恭，你的兵都跟你一样无法无天，你是怎么带兵的？来人呐，将那花狐罚10军盾，赶出去。等等，这个小兵叫什么？回将军，他叫花狐，是刚才跟我一起去侦察的士兵。都是我没跟他讲清楚规矩，我这就带他走。尉迟恭，你刚才说你的同伴一不小心被柔然人发现了踪迹，就是这个花狐吧？哼，来得正好，正要好好罚他一下。将军，惊动柔然士兵都是我的错，与他没关系，要罚就罚我吧。这个花狐说不定还是故人，见也无妨，请他进来吧。是。花狐，谢将军准你进帐。花狐，拜见谢将军。你也叫花狐？谢将军，一个时辰前，
花狐跟尉迟闯主前往对岸的柔然大营打探，有些发现，怕尉迟闯主有所遗漏，所以特地前来禀报。难怪。如果谢将军觉得花狐有做的不妥之处，或者有违背军法的地方，请谢将军听花狐禀报之后，听凭将军处置。花狐，你说。谢将军，柔然人已经在河对岸布下了重阵。你是说，他们已经发现了你们侦察，然后已经在浅滩处布下了重兵？不止于此。殿下，我实在不明白，明明我们可以抓住那2个探子，你为什么非要放他们走呢？你说谢启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派他们过来？当然是来刺探军情了。没错，但为何选择这个时候刺探军情，说明了他们很心急，因为明天他们将会有所行动。哦，他们选择从这里上岸，这也说明了明天他们所抢占的地方就是这个滩头。这和我们之前所料想的也非常一致。也就是说，这2个探子的到来，更加验证了咱们的判断。他们一定发现了我们防守空虚，这更增添了谢启臣明日从这里渡河的决心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第2队柔然骑兵，如果继续追击的话，一定能追上我和尉迟闯主。但是他们突然停止了追击，就好像有人下了命令一样，故意放走我和尉迟闯主。你能肯定？你也这么认为？当时我只顾往前跑，天那么黑，5步以外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花狐，看见什么说什么，不要乱编。西金将军，这是我亲眼所见。连尉迟恭都看不见，怎么可能你都看见了？依你的说法，他们放你们回来，就是希望你们向我禀报，这个滩头他们没有设防。我以为正是这样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们在滩头应该已经布下重兵。是。这些重兵你也看见了？你看见了什么？滩头的军营几乎是空营，但是滩头周围，我和尉迟闯主还没有侦察到。如此说来，都是你的猜测。是。将军，小兵的话不可信。谢将军，我认为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作为一个将军，要学会分析，而不是相信你的某种感觉。将军，要不我和花狐一起再去侦察一次？来不及了，现在距天亮还有2个时辰，没等你们回转，战斗就该打响了。你们俩回去吧。是。谢将军，琴声。什么琴声？狼头琴，我听见了狼头琴的琴声。狼头琴是柔然人最喜欢的乐器，只要有柔然人的地方就有狼头琴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我听到的是他的琴声。他？你知道在我们对面排兵布阵的人是谁？知道，我听到的正是他的琴声。当真？他的琴声，我绝对不会听错。你听他的琴声是从哪里传来的？应该是这里，我和闯主当时在这里，我们也是在这里暴露的。花狐说的是正确的。花狐听到的琴声是多伦的琴声，琴声从这里传出，意味着多伦就在这里。多伦乃柔然的将军，在这里出现绝非偶然，而且如此深夜还不入眠，一定有重要军情。还有，这里距离滩头仅仅1000步，如果从这里袭击滩头上岸的队伍，应该是最佳的埋伏距离。谢将军，就算多伦再次埋伏，但他怎么会知道我们会在这里渡河呢？是啊，将军，我们的调度十分机密，而且选择驻地的时候，特意选择了有密林阻挡的地方。这个多伦怎么会知道我们准备从这里渡河呢？
多伦此人胆大心细，不可小觑。我们一定有蛛丝马迹被他察觉。就算多伦知道我们要从此渡河，那他应该在滩头集结重兵，趁我们渡河一半的时候发起攻击，那才是作战之道。而现在，偌大的滩头只有一个小队值守，这不是把滩头送给我们吗？这不合情理呀。说的也是。难道我判断错了？谢将军，你没有判断错。多伦，那多伦就像你说的，他心细胆大，心胸宽广，并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得失。他的目的不是要把我们阻截在河的这一面，他真正的目的是想把我们全部歼灭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他要把我们全部歼灭。在我们渡河一半的时候对我们发起攻击，最多让我们损失一半的兵力。但是如果在这里还有这里埋伏重兵，等于设下一个包围圈。当我们全部上岸之后，多伦再收紧口子，那等待我们的将是全军覆没。这样推测就通了。多伦显然已经知道我们准备从这片浅滩过河，所以他撤出了浅滩的驻防，然后在浅滩周围布置口袋，设下埋伏。他放走探子，就是希望让我们明天放心大胆地渡河。这才是多伦。将军，我们明天的行动必须取消。不能取消。所谓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。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。如果现在取消，对我军的士气是一次极大的打击。这仗还没打，我就输了一半。但是，我军过了河，就是一死啊！多伦可以在我们渡河的时候对我们进行强力阻击，但是他为了全歼我们，会不惜放我们过河。我们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，绝对不能放弃。可是将军，埋伏在这里的柔然人怎么办？哼，我们可以制造主力在此渡河的假象，吸引他们包围，而将真正的主力放在这里。这里虽然滩窄水深，全部主力过河完毕需要1个时辰，但是我们的主力是安全的，因为此时柔然的主力正在这里作战。还有，最妙的是，我们从这里渡河，正好从外围对柔然大军发起进攻。柔然人做梦也不会想到，我们真正的主力会从他们的身后出现，一定大乱。只要他们大乱，等待他们的就是大败。所有人听好，是。明天计划有变，明日一早，郭学东率领大郭床去抢占滩头，而尉迟床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到柔然的包围圈，强打强攻，务必牵制住柔然军队的注意力。遵命。只要柔然人认定你们是主力，肯定是会强打强攻的。你们的任务依旧艰巨。谢将军，你就放心吧。所有人听好，在尉迟床伪装成魏军主力与柔然人缠斗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在1个时辰之内渡河完毕，然后从后面对柔然人发起进攻。遵命。都回去准备吧，明日太阳一出，发起进攻。是。花虎，你手下这个兵不错，要好好待他。将军，我明白。花虎，刚才你说的那些话，万一要是错了怎么办？床主，你放心，谢将军他已经认可了。行啊，敢在谢将军面前那么大声说话，敢说谢将军错了，有胆子，是我尉迟恭的兵。哼！我家里是个女儿。哈，我也是个女儿。
可惜啊，你也是个女儿，不然我们可以做亲家。哈哈，那可以让他们结为姐妹吗？庄主，你怎么不走了？是不是伤口又疼起来了？啊，没事。老胡，主子，你见到谢将军了？他怎么说？他没说什么。啊？反正他让我回来了。不想了，回去吧。集合！快！集合！快点了！启禀床主，尉迟床集合完毕。殿下，你看，尉迟床杀过来了。升旗，让他们过来吧。升旗！殿下，魏军上当，已经进入我们的包围圈了。殿下，看样子色车拿曲已经完成了合围，魏军被咱们彻底包围了。杀！冲在最前面那个是不是尉迟恭？没错，正是尉迟恭。交给你了。好，这。
尉迟闯？不对，怎么来来去去都是尉迟闯？没看见其他人。将军，色车营主让我速来禀报，我们身后出现了大量魏军。中计！这下再不支援，色车就顶不住了。肯定顶不住。那如果尉迟闯不灭，里应外合，我们会输得更惨。先杀尉迟闯，所有人跟我来！是是是，这是。我们的第一梯队已经将柔然左翼完全撕碎，色车已经逃走。好，尉迟闯现在如何？尉迟闯应该在那个方向，正与柔然主力厮杀。尉迟闯可以后撤，已经完成任务。是。小捕头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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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虎，你看到了吗？我不是胆小鬼。小捕头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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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城主，你听，是谢将军率主力已经渡河了，我们尉迟闯的任务完成了。弟兄们，跟我撤！小捕头还活着！小捕头，快撤！花虎，快走！花虎，快走！别管我，放下我！不准射！
护，我来。你们走，我掩护。快走！魏军主力杀过来了，保持阵型，全面撤退。什么？咱们跟他们拼了吧！撤！启禀将军，柔然主力被我们全面击溃，后撤10里。穷寇莫追，到此为止。是。船主受伤了！船主！医官，快叫医官来！医官！庄主！一个合格的士兵要有一颗坚强的心。这颗坚强的心，不仅是对敌人要狠，有的时候也要直面伙伴的鲜血和生命。好了，营主，好，不用起来。快躲开！打惊了！快躲开！打惊了！闪开！啊！闪开！地上！
殿下，杜素风，你跟我这么多年，还没打过这样的败仗吧？殿下，不用放在心上，我们的精锐都还在啊。我们到底是高估了谢启辰，还是小看了谢启辰？那谢启辰怎么会知道我们会在滩头设下埋伏圈呢？他身边肯定有一个人，这个人了解我，比谢启辰更深。是谁？小捕头和床主在一起，他再也不会害怕。小捕头怎么会害怕？他死前杀了5个敌人，他是英雄。他们2个在一起，一定不会寂寞的。谢将军说要见你。是。花狐叩见谢将军。谢将军，我家里的情况你都知道。我爹的身体要是上了战场，别说是为国尽忠，恐怕是有去无回了。所以，我是替我爹从军的。军营里有几个五凤谷老乡，他们也认出了我的身份，但是我威胁他们不让他们禀报，所以他们虽然知情，也迟迟没有禀报。谢将军如果追究责任的话，都是我一个人的罪，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谢将军要杀要罚，怎么处置我都没有怨言，因为从军以来，我杀伤了20几个柔然兵，所以就算是死，我也觉得值了。不管是为国为家还是为我爹，我都尽了我自己最大的努力。但谢将军，我有一个请求，请你一定要成全我最后一个心愿。尉迟床主虽然去了，但我希望尉迟床的番号可以永远保留。花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谢将军他怎么说？他一个字都没说。什么？他找你去，他没说话？是啊。那他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要说的话，我全说了。那他怎么放你走的呀？他一个字都没有说。我说完，这样，然后就让我回来了。你没拦你？没有。奇怪，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。
谢将军集合全床，一定是在奖赏。如果杀一儆百，也是要集合全床的。花虎出列。尉迟恭英勇忠义，虽死犹生，但尉迟闯永远都在。尉迟闯的花虎勇敢机智，为这次魏军的胜利立下大功。本将军特别提拔花虎升任尉迟闯闯主。花虎，接见！快去呀！太好了！尉迟闯从来都是魏国军队中最勇敢的队伍，在战场上，光是这个名字就足以让敌人闻风丧胆。然而，让尉迟闯如此威风八面的，不是这面旗帜，而是旗帜下的你们。你们每一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有着不同的身份，甚至按照平常的规矩，你们中的许多人根本不可能走进这个军营。但是你们精忠报国的决心和不怕牺牲的勇气，为魏国带来了胜利，也为你们自己带来了荣耀。我敬佩你们，我期待着在今后的战争中，尉迟闯继续冲锋陷阵，赢得更大的荣耀。胜利永远属于尉迟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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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胜利永远属于魏国，魏国必胜！闯主，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。尉迟闯永远是魏国最勇敢的队伍。有请花虎闯主，请。花花，恭喜啊！不仅没事儿，而且还升任了闯主。看来谢将军不仅认可了花狐的身份，并且打算帮着隐瞒。铁匠，这下不用担心了吧？连谢将军跟你一起知情不报了。那是。请问花狐闯主在吗？谢将军吩咐，将这匹白马送给花狐闯主。殿下，找我什么事？我们这次打了败仗，你打算怎么跟大汗交代？我正在写信向傅寒禀报。
你知道吗？丞相跟吴提一直等着你出错。咱们这次失利，他们一定会大做文章。哼，败了就是败了，重要的是下一仗要如何打回来。而且，就算我能隐瞒，大纳给丞相的密信，恐怕已经在路上了。啊！大纳一直在跟丞相报信，不然你以为上次傅寒把我叫回去，当面申斥我是为什么？哦，看来以后我得防着他。哦，对了，殿下，今天战场上那个小兵，长得跟花木兰有点像。他就是木兰。啊！这下糟了。怎么了？知道吗？中原的习俗是男女授受不亲，而且魏国的军法还特别严，如果女子进入军营，违者当场斩首。叶叔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有关木兰和魏国军法的事，你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，知道吗？是。一个合格的士兵，需要他有一颗坚强的心。要坚强，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床主用生命交给我们的这些话，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。这算什么？你要骑我以前那匹白马，才知道什么叫快。还能再快吗？能啊，坐好了。驾！大汗，大汗，大事不好！丞相，什么事啊？大汗，柔然大败。怎么会这样？3万兵马，损失了一半。啊，竟败得如此之惨啊！我听说失败的原因还是因为多伦，他竟然不趁魏军渡河之机发起进攻，而是放任魏军过河，结果导致柔然军队一溃千里。啊？为什么呢？很有可能，他还是不想打仗。哼，这个多伦真是没救了。多伦王子如果继续荒唐下去，第2道防线很快也会被魏军攻破，紧接着是第3道防线，到最后，可汗王庭也难以保全。大汗，请你当机立断。丞相，在，你马上传我命令，叫多伦给我回来。另外，让吴提做好临危受命的准备。是，大汗。大汗，傅灵，你出来干什么？快回去休息吧。大汗，也许多伦也有他的考虑，你不妨听听他的解释，再做决定啊。傅灵，这些打仗的事你不用操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再说了，魏国是你的故国，柔然又是你的新家，这2家打仗，你夹在中间也不好受啊。我看你还是置身事外吧。多谢大汗为我考虑。
殿下，殿下。进去吧，你站住！哎，好，站住！小三子，啊，末将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听说你是柔然的王子，那你不是多伦就是无题。无题现在应该是在可汗王庭，你是多伦。看你这身打扮，是有意要隐瞒自己的身份。你是来找人的。看你面色很疲惫，眼神也很焦灼。你要找的人，一定有危险。心很急，找不到一点门路。我曾听说，多伦王子以2000铁骑面对赫连勃勃3万兵马，都面不改色。怎么现在为了一个女人，却大失分寸呢？等等，说来也巧，我刚好认识这么一个女人，她现在随时随地都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。她现在在哪儿？你知道吗？女人进了军营，那就是杀头之罪。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可惜啊，两军交战，剑拔弩张，其中一方领兵的将军竟然爱上了敌方的一个女子，丢下了自己的千军万马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魏国与柔然这一战，不打我也知道输赢了。不懂爱情，是你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多伦王子真是痴情啊，在下佩服。
不过你打算怎么找他？刚才看你进出军营，守卫都没有盘查。也许我可以杀了你，换上你的衣服，然后混进军营。好主意。不过你不要忘了，这是魏国的地盘，杀了我，你也走不了，不是吗？这是我唯一的办法。也许我可以带你进军营啊。然后呢？然后把我交给谢启辰。哼，你这功劳可真不小啊。你不是很想找到他吗？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你要找的人，他到现在还活着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守口如瓶。我还是很难相信你。多伦王子，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输了，你成为谢启辰的刀下鬼；赢了，